拜上帝的圣诗吼。咱过来唱第二首的圣诗，194首。这是我最爱念的一首圣诗哦，因为伊讲开我的目睭，开我的耳孔，开我的喙唇，咱全身全人拢来服侍咱的上帝。这是甲伊，互咱有真大的感动哦。这首诗歌，也毋通这首诗歌会使互大家有信心来倚靠上帝。这位国真国活的上帝，咱这首歌唱3段的歌词。开我目睭，予我看见你所启示圣经真理。我手中有奇妙所示，伊会抛开诸圣之意。当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一时。开我目睭，予我看见一生的诗。第2节，开我耳孔，予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真理的声若入我耳内，逐项福气回回过来。当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一时。开我耳孔，予我听见一生的诗。第3段，开我嘴唇，予我意爱，传播真理到达所在。开我的心，予我为美梦，愿主听透分享世间。当我恬静地听候你，我心变变爱你一时。开我嘴唇，予我保佑一生的诗。真水的一条圣诗哦，这是我上爱念的一条圣诗哦。好，来，咱即摆来看第3首，605。这首歌咱嘛常常咧念吼。咱会记起这就是德国的一个牧师潘霍华，伊伫工作中间所写的歌词。虽然拄着遮尔大的苦难，伊犹原倚靠上帝，知影这位恩典的上帝犹原伫保护伊。真有信心的一条诗歌吼，也毋望这首圣诗，互大家带来安慰甲信心，知影这位上帝即马就甲你斗阵。好，咱念两节。兄弟。
第二节。虽然山难困，陪我心情艰苦，向我路径飞荡荡，无法度。心念行也你只叫阮多坚固，这是主你予我的帮道路。好，咱来唱上尾一首的圣诗第400首。等下咱伫吟诗的时阵，咱要唱有反复的记号，会记得头前阁有4小节的前奏吼。来，愿主亲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性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老我做，伫梦有暗暝看着主的光。反复来，愿主亲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性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老我做，伫梦有暗暝看着主的光。备办咱的心来准备礼拜。这时礼拜要开始，大家会记得把手机啊关起来，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我的心真专务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上好的。伊要求你的，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咱三个来用信息第4首，信息第4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请起立。请大家悠然徛地，做伙仰头来祈祷。恩典满满的上帝，你是阮的牧者，供应阮的一切，互阮无一项欠缺。阮伫台湾，你使阮和平日子。互阮四季照时运转，五谷丰收，使阮同样好米。阮感谢你，你也差派真侪忠心的牧者，甲同工对日出的所在到日落的所在，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牧养羊群，互阮有丰富的资源。较方便的所在来亲近你、敬拜你。当阮心情亚盛的时，你带阮到通安息的所在，互阮心的快乐。阮感谢你。有时阮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伫生活中有烦恼、有困难，有时感觉孤单、无依靠，甚至惊吓的时阵，
主，你无离开阮，悠然陪伴阮，用你的棍、你的拐保护教导阮，互阮伫你内面会当安稳自在。阮感谢你。总是有时，阮会互虚假事迷惑，看见有权势的人想要挖群因、讨好因，想讲安尼就我靠，就当安心。阮却袂得知，毋是靠权势，毋是靠能力，阮的拯救是对你来，求你赦免。有时阮骄傲自大，做了毋对的代志，别人毋敢苛刻阮，阮也听袂入衷心的苛刻。阮袂记你爱常常反省离开你的所在，颠倒自大自夸，袂记你阮不过是土粉所做，求你赦免，使阮谦卑的心。有时，阮看到别人的缺点，却袂记你家己嘛有同款的问题。阮用安尼的心态来埋怨别人，甚至生出一寡无影无正的代志来怪罪别人。阮的心苦毒，求你赦免，也更新阮，使阮清气的心。主，你是阮的倚靠。阮中间身体欠的兄弟，求主赐因康复；若是有心灵困苦的，求主透放因，互因得到喜乐。前几工，孙弟兄长老蒙主恩调，转去天家，愿主安慰遗族，擦去因的目屎。求主继续祝福阮国家。使阮平安，帮助阮的同胞，互因愿意认同台湾，愿意保护台湾，互阮珍惜历代祖先所累积的自由民主的生活。也求主祝福阮教会，互人来到教会时，会当看见真理，看见听，感受到兄弟姊妹的温暖，愿意留落来。也求主坚固阮。无论是接着灵修、读经、祈祷、服侍，拢会当经历主，国家克服主。即时，我们照主耶稣教示阮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助阮离弃，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做伙来启应，请咱掀开信息后面第1037页。启文21篇，出自诗篇93篇。咱做伙来启应。上主做王掌权，上主用威严做衫穿，伊建立世界。你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上主啊，大水哗哗吼。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上主啊，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咱做来用信息第194首，信息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去，请起立。
请坐。咱三甲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当信的正囝儿，要伫你面前用恭敬的心来听你的话，领受你的教示。恳求主的真理伫阮的耳内，逐项虚假袂过来。求圣神引带阮，时常追求主的心意，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三甲来共读圣经，记载伫以赛亚书第39章第1节到第8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1节。迄时，巴兰的囝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旦听到希西家叛变，嘛已经好起来，就找使者提批甲利米去探访希西家。希西家真欢喜接待因，将伊的财宝库内面的金银、香料、贵气的油，甲伊所有军器，以及富库内一切，拢互因看。伊王宫甲全国所有物件，无一项无互因看。后来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家王，问伊讲：这个人对你讲啥物？因对倒位来见你？希西家讲：因对一个真远的国家巴比伦来探我。以赛亚讲：因伫咧王宫有看到啥物？希西家回答：因有看到我王宫内逐项物，我所有的财宝无一项无互因看。以赛亚甲希西家讲：着听上主万军的统帅的话，日子得要到，王宫内一切你的祖先。自即到今日的物件，拢互人掠去巴比伦，无留到半项。上主安尼宣告：搁你亲生的，你的子孙，有的会互人掠去巴比伦王宫做太监。希西家心内想讲：我在生的时有太平安全就好。就对以赛亚讲：你所传达上主的话真好。愿上帝话帮助咱，此时请阿萨士班带领咱敬拜，伊要献的诗歌是主的圣手。
这时，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巴比伦来的使者。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阿萨士班再去用这个主的圣手，这首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是带有这种乌人灵歌的这种风格，真活泼。但是歌词嘛不止啊深刻。咱今仔日来到，咱为旧年开始宣讲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以赛亚的落尾，到39章第一以赛亚就结束。为40章开始要进入另外一个时期，就是第二以赛亚主题嘛要为过去审判，要转向受掠，受掠归回这个方向。伫这个39章最后要结束的这段短短的故事，不只有意思，内底讲起这个巴比伦这个新的主角已经开始要出现，这段短短的故事有可能是对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来的，学者啦，真侪学者拢指出讲，伫公元前703年。伫迄个进前，也就是过2年701年，耶路撒冷要得到上主的手，甲伊拯救的进前，发生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是希西家王伊参加伫一个外交革命的这个事件内底。这个事件的主角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是伫亚述帝国内面。拄啊兴起无偌久，但是愈来愈强，但是嘛点仔袂安定，一直想要反叛亚述的一个国家，所以伊想办法要争取南边的一寡小国，甲伊做伙革命来对抗亚述。所以今日这个故事的背后，真有可能就是有一个带外交甲军事使命的一个拜访。伫遐咱看见有真友善的接待，然后两边的人做伙去检查所有的资源甲设备。这故事一开始是先为希西家王破病好做开始的。真显然，希西家王破病的代志，已经变做是国际社会的大代志。所以。以赛亚的这个编辑者，将这个国内的事，甲国外使者来访问两项，甲连做伙，安尼就变做这个第一以赛亚要进入第二以赛亚的一个桥梁啊，会使安尼讲，所以这章短短啊，会当佫分做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王家交代同盟的这个事迹，第二部分就是先知。介入去这项代志，下面咱就来看这个短短的经文。伫第一节讲起这个王米罗达巴拉旦，伊做王的时间是公元前721年到710年，后来703年，佫短短啊会做王。其实伊的身份并无要紧，咱只要会记得讲。伊是巴比伦的王，而且是将来要来毁灭耶路撒冷迄个尼布甲尼撒王的真头前几若代的祖先，安尼就会使啊！等于以赛亚咧介绍即个王的时阵，伊会当讲详时将一个真无好的调头带入来即个故事内底。为即个时阵开始，巴比伦。会一直出现，犹太的国家现在都要开始适应巴比伦存在的事实，因为无偌久，巴比伦就会侵略，将一切拢摕去。咱做读者，咱嘛受提醒，爱开始去注意到这个现实。
这个使者团来访问，咱可能会问目的是甚物？为什么要来访问？表面有两个可能的理由。头一个就是咱的经文讲的，因要来看希西家王破病阁好，来甲探访。另外，根据历代记下32章的记载，巴比伦的遐王子，哪像对这个天文学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咱几礼拜前讲起迄个日影倒退这样代志，因可能对这个天文学的现象有趣味，所以派这个使者要来了解。这是两个可能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咱知伫这表面的理由的下面，搁较值得注意的是巴比伦王巴拉旦想要反抗亚述的这个决心。咱就历史的记录知影，伊伫公元前703年，确实有联合南边的小国起来反抗亚述，结果去互拍败。无偌久，伊就逃亡去到伊兰的所在。这是一个反叛失败的故事。若是讲本章的故事甲这个事件有关系，安尼咱就知影这个使者团来访问的目的是望会咱甲犹太结盟。所以第一站嘛讲因提批甲礼物来访问。咱进入第二节，讲王呢将伊的宝库内底的金银香料、贵气的油、所有的军器，甲府库内底一切拢互因看。希西家会当讲，拢无保留，将一切展互因看。内面王国内面较光辉的物件拢展出来。伫遮讲到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王家己的宝库，第二部分是军器，第三部分是府库。府库原文是进库房。换一句来讲，毋是干那王宫那定，伫民间、伫地方的库房嘛拢去看。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这巴比伦的使者会当专门来做一个评估，要甲耶路撒冷结盟，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国家到底敢值得甲伊结盟？意思讲要来甲因称斤两的意思，称看卖这个国家有偌尼重安尼吼。到这为止，咱真歹判断到底希西家伊的动机是甚物？是讲读这段故事，编辑者爱咱安怎看这个王，评断这个王。当咱在看这个资源，在检查资源甲军备的过程，这有可能是一般咧做出一个政策的外交的政策以前应该有的一个通常的程序，就是讲咱也会当理解，想要知影结盟到底迄个条件是安怎，但是结盟毋是遐尔标准化，佮一定爱安那，一定爱安那。所以伫遮希西家真显然过头主动，伊可能有犯一个国家安全甲判断顶头的错误，因为伊一个也毋知，无法度确认是毋是通信赖的即个盟友透露伤济的信息，这真有可能伊失策。咱接落去看第3节到第8节。伫第3节，咱看见先天入场一般来讲，先天若进场，就表示上主对这个代志有不满。而且咱也看见以赛亚嘛对希西家这个门户大开这样代志，感觉无欢喜。所以以赛亚出现，互咱知影咱伫读的经文，毋是王家的记录。王家所作所为，是要互先知的话通讲出来。所以今仔日的经文的目的，是要互先知会当发言。
当先知讲话的时阵，伊会对王的现实做出真大的改变、挑战。第30到40中间，咱看见头一个部分，先知的目的就是要敲出事实的真相。所以伊拢总问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人对你讲什么？结果经文内底根本就无讲起使者讲什么，批内底写什么拢无。希西家对这个问题嘛无回答。所以这代表伊可能有感觉心虚啊，还是讲感觉见笑。第二个问题，因对大卫来建立？对这个问题，希西家真简单回答：对一个真远的国家。华语讲远方，远方。远方这里，伫无共款的经文有无共款的用途。譬如伫较早前的这历史的册内底，讲得远的所在，通常是甲入狱有关系，还是讲派人去看发生什么代志。但是咱咧读以赛亚的时阵，就知影，远的所在这里，伫以赛亚内底，拢是甲狩猎有关系，要用掠去真远的所在。因要对真远的所在归回，这是以赛亚一再用的用语。所以伫遮咧讲远的国家，编辑者有意互咱知影，狩猎要成做新的主题。咱为40章开始，就看见以色列的犹太人已经狩猎去伫巴比伦。第3个问题嘛真有意思。因伫你的王宫有看到什么？结果王嘛足简单回答，讲我有将我的宝库互因看，进库房嘛拢互因看，但是伊无摕到军器，这是超工伊暗砍吗？还是伊已经意识到伊有犯错？咱毋知影。所以这3个问题问了。互咱有真侪疑问。对表面看，希西家王对先知的回答真直接，小可天真。但是第40个回答内底讲，因有看到我王宫逐项面。王宫的原文是家，还是家族的意思。我家族的代志，因拢看到啊。这互咱想起这个。大笔王朝，伊就是大笔王朝的王啊，想起大笔上主对大笔家族的承诺，所以这个承诺，这个大笔的约，是毋是这要出问题啊？伊回答的话，嘛有这个暗示。然后咱进入到第2个回答，第2届发言5章的50到70，先知第2届发言。这届发言，伊的语气改变。头一届发言是足简单伫遐问事实，这届佫转转来典型的先知的宣判。一开始就听上主万军的统帅的话，这是先知宣告的典型的形式。然后佫落去讲日子得要到，所以就要讲起将来要发生的代志。咱开始注意到，伫这段的宣判内底，迄个描写的特质，较赢过审判的特质。内底无迄个真强烈的审判的迄种口气，敢若咧描写一个要发生的代志。但是咱知影，特别咱注意到，内底无控诉的部分。先知无讲，因为你做什么款的代志，因为你将规个国家拢互看，所以要发生这个代志，无安尼讲。所以伫遮，那亲像编辑者爱咱读者家己做出判断，到底希西家伫这项代志内底，伊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将来要来的威胁，是毋是因为伊造成的？还是先知只不过是咧描写将来要发生的代志？若讲希西家造成这个代志，安尼伊就要负责任。若是敢若是咧描写将来要发生的代志，安尼那亲像希西家并无需要负责任。伫遮两种可能拢有，咱做读者的人家己爱去做出判断。不管如何，第60到第70这个宣判是真严苛的。先知讲，犹大王家包括财宝、包括人民，拢要去用搬去巴比伦。所以咱雄雄看见讲，第一节要来革命的这个巴比伦，将来要变做对敌啊！这是何等的一个变化。因若来，嘛要将所有一切有价值的物件拢要摕了。经文讲一项拢无剩。那呢，王家的后代嘛要去用掠去王宫做太监。即个讲因将来真侪这大笔家的王会伫巴比伦的王宫内底担任迄种较职务较低的官员。这代志拢发生伫公元前597年。这个叫做狩猎巴比伦的事件。有兴趣，咱会当看《列王记》下卷24章，有将迄个过程足详细描写。但是总讲一句，这段宣判的话是伫遐讲，要讲起讲，伫无久的将来，上主的应允要完结，代笔的王朝嘛要终结。这是这个宣判的要紧的所在。然后咱读到最后一节，嘛真要紧，第8节，王怎样对这个先知的话做出回应？咱咧读伊的回应的时阵，嘛感觉真歹理解，读起来感觉有一点矛盾。一方面，伊家己内心伫遐讲，我在生的时阵有太平安全就好。但是另外一方面，伊阁对先知讲：“你所传达上主的话真好。”确实，这就亲像拄仔先知的宣判同款，嘛会当有无同款的解说。所以学者分做两派，分做两派。第一种的解说，王对先知的回应是真自私的，而且真短视。眼光真短视，无看到将来，敢若看到家己。伊家己心内安尼讲，耶和华的宣判我会使接受，因为伊是伫我以后才会发生的。至少阮这代阁有太平安全。这表示希西家完全无咧关心后代的困境，只要袂去牵涉到伊就好。这是头一种解读。另外一种解读是连接到进前38章，希西家迄个敬虔的迄个表现，祈祷唱写迄个感恩诗予上主的迄个表现。根据这个解说，希西家是敬虔服从的一个王。虽然先知做真严苛的判决，但是伊顺从。接受上主的旨意，伊愿意接受耶和华所有的裁决，这是两种无同款的解读。各位兄弟，今日这段经文安尼个简单个整理了，咱会当学到什么款的信息呢？我直接甲咱简单分享3点。头一点是，咱看见希西家伫这个阶段，表达出迄种骄傲、甲自高自满。伫顶一章，希西家得着病，得要死去，伊甲上主祈祷，结果上主有听伊的祈祷，佮甲伊医治。咱会记得希西家
好以后，佫写一首俄罗斯，吼，伫遐表达讲，为他以后，我要为上主来活，吼。但是进入今日即章，当巴比伦的使者来探视伊的时阵，伊心内一定真欢喜，想讲遮尔大、遮尔要紧的国家，竟然看重伊，吼，所以家己看家己真要紧，就骄傲起来。咱讲得意忘形啊，吼，得意忘形，将一切财富、军备、资源拢展互对方看，这互咱看见希西家的另外一面，吼。啊，事实上，历代志下的另外一段记录，就用这个角度来看希西家王。历代志安尼讲，32章25节，毋过希西家。因为骄傲，无照伊所得到的恩典报答上主，所以上主的审判临到伊犹大甲耶路撒冷。后来希西家甲耶路撒冷的住民为着因的骄傲谦卑认罪，上主就无伫希西家活地时甲伊审判。所以显然，咱看见希西家得到医治。佮表达感恩以后，真紧佮改变，变做一个蒙恩、骄傲的君王。吼，这也互咱看见这个先知以赛亚伫这段记载内底，嘛有一个深刻的目的，也要甲头前规个第一以赛亚的主题做连结。吼，就是讲起骄傲的问题。伊的心态显示伊非常骄傲，而且伊过度倚靠伊的资源，想讲伊的遐财宝甲军器是有够厉害。伊毋若对这真满意，佫足急想要甲因展互看。吼，那像一个身躯足勇、有咧健身的人吼，甲展迄个肌肉要互看安尼吼，要甲展伊足勇的安尼吼。这嘛，互咱想起进前伊的先行者所罗门王，当埃及的这个示巴女王来的时阵，伊嘛是共款，所有物件嘛拢展互对方看。吼，这种骄傲，事实上去摸着一个真要紧的问题，就是咱伫以赛亚内底一直读到的倚靠的问题。你到底是要倚靠啥？伫遮即个主题嘛是有伫遮显现出来。当一个过头自我倚靠、自高的王，对家己成就感觉真满意，心开始骄傲的时阵，实际上就是伊慢慢一步一步离开上主的开始。这种有些真歹得闪，这种有些是慢慢产生的、慢慢进行的。啊，到尾也可能变足紧，甚至你掠条无要放，吼，迄个骄傲会互你袂记咧头前进前的遐个代志。就算真有敬虔的这位希西家，伫咱今日的经文内底，咱看见伊嘛无法度逃避即种的诱惑。所以今日的这个经文，佫一摆提醒咱骄傲、低视、自我中心的危险。吼，这伫希西家的即摆表现，互咱来学习这项代志。第二项，我感觉真有意思的是，这段经文内底的迄个两面性，吼，就是内底讲起的迄个两种可能的解说，拄会当反映人生的两种无共款的态度。做基督徒，咱的人生拄着真侪挑战，人生的真侪种种的遭遇的时阵，咱有可能有这两种的态度。希西家王伫第8节，咱读到伊的回应，感觉真困扰。到底伊是毋是爱为着伊的骄傲甲愚妄负责任？伊所作所为，是伊只有引发先知讲话，还是伊嘛是爱为着这个代志负责？咱伫这段经文看袂出来，但其他的经文
有互咱一寡线索。列王记21章将耶路撒冷受毁灭的责任撒予伊搁落去的王玛拿西，是玛拿西会骄傲较侪，造成耶路撒冷的毁灭。同款先知以西结嘛，伫伊一届讲道的时阵，伫遐讽刺比较三个王，比较希西家、玛拿西，甲后壁的约西亚，结果伊甲这三个王用做三部曲，好王变歹王，歹王则搁变好王，所以换句来讲，先知以西结嘛是讲玛拿西才是迄个歹王，所以看起来希西家可能无需要为着耶路撒冷毁灭负责任。不过，拄仔咱讲起学者两种的解读，头种解读感觉讲，这个王也是自私的，至少伊是短视的，因为伊敢若顾家己的安全，伊完全无去考虑到后代的困境甲挑战。加尔文伫伊的以赛亚书记内底，伫即段讲一段真有意思的话，伊做出即个评论，伊讲希西家基本上是一个无负责任的王，因为伊袂记得上主延长伊的性命迄个恩典，所以伊至少应该嘛爱祈祷上主讲，你的慈悲是毋是嘛会当延续到我的后代？伊连后代拢无要顾，加尔文讲伊无负责任。咱若照即个解说来看时阵，安尼咱知影希西家是爱负责任的，至少为着后代负责任。伊应该爱悔改，变做谦卑，搁一届学习感恩，而且伊无应该短视。所以第一种解读，互咱看见人若拄着困境的时阵，爱自我反省，看讲家己有啥物需要改变的抑无。人的性命若愿意改变，就会当得到上主的恩典。是讲人若愿意为着该做的代志去做出一寡改变，安尼伊才会配得上帝恩典。这是头一种解读，互咱看见对人生的态度。第二种解读嘛是真有意思，就是拄仔咱讲有的学者认为讲，伊的回应表示伊是敬虔的王、服从的王，伊接受耶和华的旨意甲裁决。那根据这个解读，希西家的忠心有引发耶和华的忠心，这咱第38章有讲到这段，所以伊有生之年才会当享受太平安全。希西家为了家己这代至少讲阮会当太平安全，这是好的一个结果。那根据后壁这种解说，咱嘛会当将太平安全这字，甲出现伫38章17节到18节，伫遐讲上主要互恁安宁、甲信实、甲结连起来。所以表示讲，上主的医治甲拯救，最后还是伫即个时阵要互犹大国。第二种这种的解读，嘛适合咱用这个做第一以赛亚的结束，显示希西家是一个信靠上主的信仰的典范。这是两种真无共款的解读。一种是讲希西家爱改变，爱做出改变；一种是讲希西家愿意顺坦上帝的旨意。这两种解读反映咱伫人生拄着各种境遇的两种态度，嘛会使讲是对人生真特别的考验。第一种的态度是认知到咱家己的错误，自高自满。短视，所以期待爱改变，
爱做出某一种改变，还是为着人做出改变。第二种的解读较属于讲，知影家己的有限甲不足，所以愿意安静接受上主的旨意。这两种态度，咱有时毋知影什么时阵爱用到这种。这互我联想到美国神学家 Reinhold Niebuhr 尼布尔足出名的祈祷文，相信咱大家真济也拢捌听过这个祈祷文，来反映这两种的态度。上帝啊，请赏赐恩典，互我用安静的心去接受我无法度改变的代志。上帝啊，请赏赐勇气，互我去改变我应该去改变的代志。上帝啊，请赏赐智慧，互我会晓分辨这两项。这是真水的一个祈祷文。咱较听这个讲道煞，咱要唱605首的诗歌啊，这个出名德国神学家本霍夫的加乐，最后要用迄个处死以前写的一段诗改写的，嘛是真有意思的祈祷文，伫遐反映迄个愿意将生命完全交代伫上主的恩典内底。这嘛，甲咱今仔日阿萨诗班所唱的诗有真会当对话符合的所在。我想今仔日希西家王的态度，互咱有真侪通思考的所在。最后第三点，咱今仔日要甲第一以赛亚告别啦。咱也用感谢的心来回想这个。读这段这么长的这个以赛亚书的一个学习，今仔日经文嘛，互咱甲进前几个月中间真共款，会当联想到讲，这个经文伫今仔日嘛，还搁咧对咱讲话，甲咱的迄个处境有遐尼深的连结。咱今仔日读这段经文，我相信毋免我讲，大家拢会当体会台湾。需要遐自我防卫的一种判断力、甲决心，咱敢有迄种自我防卫的一种敏感度？毋通亲像希西家无警觉，将家己一切拢拍开互看。照着希西家的骄傲，甲欠缺即个防卫的心，嘛，互咱看见台湾。要有侪遐敢若顾家己的利益，眼光短视，甚至甘愿成做中国的代理人，这种的愚妄、无知甲错误，愿上帝继续守护台湾。不过，咱倒转来看这个结束的这段经文，咱也知这段经文有一个最要紧的目的，伊将第一以赛亚迄真长的描写，甲亚述的威胁做一个总结。伊也将巴比伦带入予咱的视野内底，因为搁落去，这个大国要主导犹大的命运，也是将来第二以赛亚的主角。做第一以赛亚的结束，除了将巴比伦带入来主题以外，咱拄仔讲起第7节，已经提起受掠的诬告，所以第二以赛亚才会用安慰、回归做主题。所以这两个伫39章真水结连做伙。虽然耶路撒冷无受到亚述的入侵，但是过无偌久，就要沦亡伫巴比伦人的手。所以先知就受呼召去安慰遐流亡中的子民。这是今仔日这个真水的一个连结甲结束。咱搁一摆感谢上主的带领，互咱完成第一以赛亚的这个信息的分享。到后礼拜开始，咱要读这个腓立比书，用几礼拜时间，然后咱才会搁倒转来。第二以赛亚继续这个主题，咧读这个第一以赛亚这几个月，
咱真着惊，但是嘛真欢喜，就是伫2700年前的即个真古老的信息，竟然会让遐尔啊大心对咱今仔日的台湾，甲对咱的国际局势提供遐尔好的信息。咱也为着安尼，向上主献上满心的感谢。为着咱的学习，做伙感谢，咱做伙来祈祷。恩典天堂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一个阶段完成第一以赛亚的信息的学习，特别伫最后这段经文，也互阮学习人生面对种种遭遇的时阵，应该有的信仰态度，佮互阮回想这几个月学习，怎样通过以赛亚的话，帮助阮搁较有深刻的眼光，来看阮家己所处的今仔日的处境，不管是台湾，还是国际局势，恳求你继续将这种受教的心、学习的心，放伫阮每一位兄弟的心内，互阮对你的话继续得到快乐，得到帮助，也带来愿望。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咱做来吟信息第605首，靠主恩典，奇妙快乐来保护，请起立。
请坐。这时，咱要为下面事项来祈祷。第一位，暑假儿童营展开到户外活动；第二位，暑假期间外出学习甲旅游平安；第三位，阻止中共侵略台湾的野心祈祷。请咱三甲出声来祈祷。这时，请林贤仪执事带咱做结束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我要为着暑假伫要开始的儿童营来祈祷，求主赐福，互阮的细囝伫课程中会当学习新的知识，建立甲人好好、互相扶持的模样。伫过程中，我嘛求主保守所有参与的同工、老师、同学，拢会当伫健康、安全、快乐中来完成即届的活动。慈悲听阮的主，我嘛为着伫暑假要出外旅游，也是有安排合适的兄弟来帮助祈祷。求主的大光照伫因头前的路站，保守正人的脚步，拢会当平安顺利。无论是甲家庭、亲人、朋友的旅行，也是个人有课程的安排，一路拢会当得到主的看顾甲帮赞，嘛，互阮会当用感恩的心来体会、来感受主所创造的即个美好的世界。公义好怜悯的主，我嘛为着台湾即时的处境甲未来来帮助祈祷。面对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无论是武力、经济、外交，也是内部分化，阮求主会当做阮坚固的石盘，赐阮智慧甲勇气，互世代拢会当伫即片土地用民主、自由的方式来继续徛起。阮知影，台湾虽然小，但是阮并无软弱，甲主同行，阮嘛袂孤单。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免。这时咱来奉献。
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请咱掀开周报通知事项。第一，牧师团对7月开始传讲腓立比书信息，要结合尼西亚圣经，请兄弟先读腓立比书、尼西亚圣经，通帮助咱明白圣经的信息。第二，暑假要到了。儿童主日学7月6号举办清凉一下玩水日，在亮永山12点半伫碧苑中庭耍水，欢迎亲子参加。第三，若是有兄弟明白大专新同学，欢迎介绍因加入学生团契。学生团契伫拜六按时6点聚会。第四，2025年暑期儿童营伫7月1号到7月4号举行，逐天早时8点到8点半报到。今日下晡3点伫碧苑教室会进行场地整理甲准备，欢迎兄弟来合作。第六，咱教会圣歌队、新庄长老教会圣歌队、嘉义室内合唱团伫7月19拜六下晡3点半伫大礼拜堂有演出，欢迎兄弟参加。第七，本会甲基督精兵协会派伫缅甸宣教师要转来报告宣教的时间，伫7月16、7月12拜六上午9点半伫大礼拜堂举行，欢迎参加。具体消息。孙德雄长老6月25拜三透早2点外，伫台北隆重安歇主怀，愿上帝坚固伊对教会、社会甲家庭所做的工，愿上帝安慰甲正为作同在。历年礼拜伫7月11拜五下晡2点半伫华爱馆精神楼至中餐厅举行。个别礼拜伫7月27下晡1点半伫大摆堂举行。团契消息、教界消息、其他消息大多事项，请咱家己过目。请陈牧师介绍请安。介绍咱今仔日一位来宾伫丽水教会的徐雅竹。欢迎请大家兄弟彼此请安做伙来吟信息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起立，吟诗线声陈牧师祝祷。
愿上帝平安，超过人一切所想象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恁的工作生活甲服侍，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灭道避讳，若是需要大道兄弟，请到这落迄边雨伞骹，其他兄弟欢迎参加中庭的地饼会。